弟弟用一生心血布置的世俗坟地，具化为灰烬，我留着残生何用？公弟兄，可知我弟弟的相貌？死在狱中，真是情骨髓情面，我做事，只求余下残生许我不长此闭嘴，下面那狠心的王勇，我必死了！弟弟，你死得好冤情妇是他临终情，你要好生随偿。弟弟，老恩师，我愿求死与你恩，今须恩长不一语，你中留下这情苦一恩。不为，要他不用拿去
因有为皇天之弊，顶破了使君弃退。但是你就去国王台上一声去公穷。你谈起公求，可你这去了生活很句句皆非，分明兴我的暗藏杀机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辱了我家王爷！把子去，请我撇了。怎么杀不得你的局？那就把这双手，请我看下来。哎，听到没有？律师万事留情。爷儿。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哎呀，天知道，最不稳的无沙，打不进的荒草。不过眼下这地方张风越多于他，怕是到了他们老营了。师娘，你去把铜钱取来。姑娘，我们还是进张梦去吧。不，我要看看这塔木荒原何处是尽头啊！
家姑娘听着，王爷有令，命你今晚踏帐去见。姐姐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切不合作。晚上这身新衣裳，稍时有筹码相迎。我是欢家姑娘，今天晚上你的韶华来了。只怕由不得我们了。姑娘，好。经历的保障了。嘿，他玩了一身艳丽的舞我，真是百花神女转世啊！为了表示对王爷的祝福，末将特别下美剧一舞。美剧一舞，这王爷这就非同寻常，乃是要为配子而争。合上一口，狮子发源；合上两口，倒退变水。要他哦哟，王爷，这汉家姑娘虽然脸蛋儿漂亮，却有几分性子。万一她不识得举母亲起来，王爷就将这酒让她喝上一口，她就会乖乖的听你摆布了。起！
为我为了这身当白。汉家姑娘，你叫何名字？蔡文姬，你可知这大喜的日子，身穿孝衣上路，是要重走此程啊！国破家亡，西从何来？替父得孝，何才之语？这好，先不谈这些。文姬姑娘，我与你初次见面，我就看出你仪表不俗，听是只说说你的他家闺秀，你看今夜我这穷路可有几分样子？哦，你算长银的，想必进口文吧？你看这四壁圆挂的丝袜是何？no， 这一幅幅都是汉式的名贵丝袜，怎么少了一幅国家王爷？那幅真品怎么没有挂上？就是这洛阳带你的那幅，真是快去取来！快去！操，姑娘。这幅是绝非必姓长，嫂子叫你开眼界，将他打开抬上来。此人淫妇也知，哦，就是你们皇家赵君娘娘手中的圆框丝笔钩，乃是汉室大贼之蔡中老去。别书记，你好生快来！怎么样？赵君娘娘的事，蔡中郎的事，可算是别合自列，圣洁上去吧！这么残秋不行。今后是此王爷，奴才该死，唯独之中是卷不在云北以后凶马本节，奴才怕王爷挂在，私下请人有领卷许不了一番，可怎么却无法颠覆啊！你可知国王平生最喜爱重要的四文四瓦，你尽管将这旷世家说毁坏了。王爷，你烧坏了我的视觉，我叫你也尝尝被夜凶火了的滋味。王爷相同路。王爷，我来带他说菜。将他放下。姑娘，
出来大不就离此大功，国王定要赠送奖赏于你。奖赏，对，吃了天上的星星，谁中定月亮？你要什么这棍奖？那我就要他。你要这四角？对，就要这4角。哎，想我王府之中金银之宝，古玩玉器，应有尽有，你为何单单要他呢？你不见我是个清楚明白，休想得到这旷世奖走，王爷。
我叫你谁？怀你的苦心儿女，你今夜陪家女，比双臂共大腿。立刻之后登上去，我阿团进手，全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华太师啊，这真是我高高兴兴中的王妃新娘吧？王爷，你实在强硬非礼，我娘头如是分。好一个立心的女子！范七姑娘，国王敬重你的才华，更赏识你的胆量，你我子孙无绝，我也不强求。这里有美酒一壶，国王亲自为你把在一起。要我饮酒，这也不难，你要放我出走。放你出走，至少不算我情愿一死。好，你饮过此酒，我就放你出走。此话当真？此算当真。当大王爷可要言而有信。怎么？这酒里酒香。对一个傻女子温思凄凉，算什么茶鸳鸯？阿母王，你几个与我在争回来，那有花烛事也最新娘，你却才是等天亮。不可！我在提转，你在上本集总是也难从你。今夜你来写得了，不来写得了。我已说过，我在地，你在上，咱们今生不办后生。你玩笑是不放啊？兄弟，你擦儿反儿，哪个相信于你？放手！这一些啊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燕儿，快追！王爷，快追！哦！
言是昭君陵墓。哎呀，我只知道了昭君的陵园了。昭君娘娘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哪里呀？昭君娘娘，时辰逼我心中，你是换生的女的，在陵园的水母人，你也是换生。我的主公主婆是昭君娘娘的随从侍女，跟随娘娘来到匈奴，说来我已经是替父配了。那我生心报神脉，你是何熬的姑啊？心报神脉。心草
人，你们要是被砸，从这10人此事，请也要团退而没。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在这冒死前来报信，你快躲避去吧。这便是何事好？二位不必惊慌，你们随我到后院去找去娘娘的神灵庇佑吧。是娘，阿婆。老阿母，陵园之中可以还家玉子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老身就是。哎，我要问的是从朱阎王府跑出来的一老一少。辞了你们，我是谁也未曾快见。道真，道真，不假，不假。来，与我死。且慢，将军，您府严死的陵园，可从来没曾随查过。王爷到！因我停止不前。王爷，前面冰封雪阻，无路可逃，神一定躲在此地。我正要派人巡查，可他。王爷，您府严死的陵园，灵光照大幕，想在我草原，从来没有刀兵进神，唐僧惊扰了娘娘灵驾。一股将军，你带领神马封锁各条路去团就往来迎谁？啊！我就手吹此处，他一天不成我手他一天，10天不成我手他10天，两他吃吃难飞走。看来他不抓到我们，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哎呀，这个破罐子拆个壳上吊，利他作甚？你快找到里面去吧。不，我要为他一去。燕儿，莫非你疯了吗？莫非也是而已吗？燕儿，燕儿，燕儿。玩等什么？你们动手吧！好一个心高气傲的坏家女，且马上来！啊！请上吧。怎么还要骑马赴迎丈夫？
上引你两个的大错。为引你两个，你们是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呀？送你们回老家。哪个老家？你有几个老家，就是围着你们做冤。从马就在那下，哪个骗你？你们不是有这么委屈，什么开腿换眼睛吗？哼，为规矩，早把你们杀了。都是我家王爷他发人心，不与文贼。他还担心你们在西山王爷为夺我儿子，但怕筹码并定，一路不送。如今我家王爷是你们祖上结了他的了。问天色不早，你们速速赶路去吧。爷儿，我们是要自己回家了。哎呀，终于等，终于等！你快上吧，我去睡着睡着啊。
愿的心，山河破碎家园，怎不语？那里安身何此理？何此家我大漠草原，深深为才。可王爷才得十分动听啊！遇到是野马河的水，大漠人的歌，一首无疆偷袭我，你是愿听？我在菜上一曲为你送行，多谢王爷。
是快走吧。王爷，趁我话没回，为分接姑娘送去。
臣。皇家的使臣，哎呀，皇家的使臣。哎，那我考考你，考我什么？对，叫我配上一首《汉哀诗》。怎么要背皇诗？配得出汉诗，你就是诗人；配不出汉诗，你就是奸细。我就把你拿下文采。好厉害的小将军！好，那我就请你配一首莫逃八王立爬山，自小一曲开国弦，顶挺江山成就兵。身为常才，做进阶。怎么，你也会？哼，这是我外祖的诗作是我还在去来的时候就会了。你外祖母是大名鼎鼎的财主郎。怎么？你是才文姬之子？你让他可好啊？好啊。你弟弟陪他时候好啊。他可是你故乡。你这人一连串的问过不去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这位正是为你母亲而来，她现在何事？怎么？你要见他？真要见她？好，那你就随着我的马儿来。哎，小将军，小将军！此那川映山下，草地虽美。
长生算是流水，还家女成了王妃，生意上小儿女天真俊美，与王爷心相印印，夫唱妇随。比那一缕相思埋风内，在南方洛阳牡丹古园美，无风似怀远，两情同醉。好似那银不关的酒一杯，昨夜心破不家穷催远彩云归。好，王爷，我众将经历一切，皆是成了今生有关，妙不可言啊！王爷过奖了，我跟随你随着大漠草原一日而走，实猜不得我家，那还算什么大漠艳事？足以王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大漠艳事，足以王妃。就凭这句话，我也要好好的犒劳你。哦，怎样的犒劳？这是行经中中原带来的上等新茶，我特意为你取了一杯，请你品尝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燕儿是娘，快来尝尝，尝什么？炸羊圈里的那两对母羊，今天头一位菜呢，这是即将呢，我赶紧送来，请你们尝尝鲜呢。王爷，王爷，这子女是何啊？这茶杯上乃必乃这情。既然
找一个聪明的隐士。好，我这就为家尊呢。哪吒去？王爷，王爷，神谕在外，召王爷立即到龙庭大帐觐见。许后其事，听说是换召使人来了，与要事相商。唤起我先走一步。阿妈，阿妈，怎么又来两位师尊？这是专程来找你的，我把他带来了。中原师人，快快有请，快快有请。中原师尊，我阿妈有请呐。何生怀里出边塞？你竟然引我到此也美呀！起来，还对着金兵厚礼，难道还为与家不成吗？怎么说？我是真的要为着哥哥家园了。是啊，愚兄一路引来，他闻家声哀嚎，木马被灭，便得心惨自危。唉，这些年在兄妹真是苦坏了你呀！哦，如今这场噩梦总算结束了，明日兵临酸雨，我们早早动身，离开这塔木荒原。这，莫非你还舍不得这地方吗？唉，命运宽阔，娘恐惧，无风寒月，两情。想当年，你是被世事所困，在出身凶猛，嫁与那朱颜王。你是这样款待于我，
是怎样款待主阎王？公爷兄，你言从了。也给你曹丞相这一片秋颜之心呐！喏，我这里向你赔罪。公爷兄，阿妈，我叫你无所谓罪。诚心，并不红事，并不酸性，并不你的眼泪，并不你们都是要忘我的心，恨我的爱，想我出手，我这个家乡。将往我广场岸洛阳。撤退！那
叫你为何？讲。阿爸不是常说兄妹与欢生是一家人吗？阿妈可以去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我说不能去，就是不能去。我是阿妈的儿子，我去要跟阿妈去。你是匈奴的后代，我也是欢生的后代。这去。从今之后，你只许阿爸，莫许阿妈，这里归何而是？王爷，我就是何来的这。你不讲理，好，我找阿妈评理去。王爷，你他对。雷神，把这小畜生拖了下去。拖了下去。小王爷，小王爷，爷儿啊！王爷，别碰我！帮我！别急了，我要杀人！他不良一家人，头归去起！王爷，阿妈不讲理，阿妈不讲理。把这小畜生拖了下去！不是东西啊，王爷。谁敢抗力，我看他的头！小王爷，小王爷。七血最心。把夫
今啊，三团之计谋，一两万亿了。一片芳心千片色，千片色。一暖三峡万年归，万年归。为我。分析，你把这铜钱废了。今生今世，与他即用，遂请公义兄将他代为奉命吧。怎么生？你是决意不为去了？等到8年之后，再问归故里吧。臣妾是我出言，你是顾问臣你与儿女私情，而望将不讲他也呀。有时候，小才闻听，在欢声颠沛流离，也是不在事情冷落一想，我乃莫国家他女。不是借来紧逼相说吗？紧逼相说，我问你，当初我就说一声，为何没有人来？3年、5年、7年，为何还没有人来？事情已过了12年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就是累在这北国草原，为人妻，当什么终老此事？这不是你的心里话，这就是我的心里话，这就是才能记，才能记。好，因为这一不为与兄无话可说，我这里与朝臣相托交的一样珍贵不简，你要好生随藏。这是低低的一个，真是临阵的见面，怎么血气斑斑，残缺不行？历经风雨艰难，血湖之中一层，愿指望你继承不知他转红尘。可惜呀，可惜，事情这断片残告连同你祖传的交命金一起，用埋成沙了。这文公宁日那为吾别生兴趣，此君这未尽之业就指望你了。你可千万莫不为为吾的为王，莫不为吾的为王。金
金山
阿
万不要流泪呀！我知道，大丈夫流血不流泪。这句好，这句好。看，我阿妈来了呀！前来送迎，他请你先路遵从。请臣其父臣，启程。